Jus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桑木。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因公开展示所谓非法对旗队徽，2名藏人学生遭中共判刑。藏人代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藏人遭酷刑致死案件和人权问题。瑞士联邦议会敦促政府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开幕，藏人代表与国际环境专家讨论西藏的环境危机。世界各国在西藏自由抗暴日声援西藏。瑞士藏人团体代表寻求庇护的藏人向瑞士政府提交请愿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安多青海的2名藏人学生因在一场足球赛中公开展示当局所谓非法对旗队徽，并在网络上传播相关图片，于去年8月3日被青海省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指控判刑。据消息来源透露，2020年8月3日，中共青海省海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显巴才让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剥夺政治权1年。当局称，斗改才让为在校学生，且为初犯，虽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但免于刑事处罚。法院还没收了2名涉案藏人学生的手机。另外，上周四3月1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与会藏人代表向会议提出了西藏石区县19岁的僧人丹兹尼玛、51岁西藏比如县导游贡却吉巴等藏人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关押期间遭酷刑折磨致死的案件。当天出席会议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专员陈列曲基女士呼吁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理事会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对藏人政治犯实施酷刑，并对这些事件进行迅速、公正和有效的调查，追究相关中国官员的责任，确保受害者以及家属得到充分的有效赔偿。陈列曲基女士还促请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独立的机制，监测、分析和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西藏、新疆和香港的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另外，瑞士联邦议会于本周一3月15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04333号提案，要求瑞士政府提交一份关于瑞士藏人状况的详细报告，特别针对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和监视海外藏人的行为。这项议案在本周一进行的瑞士议会春季会议上，以134票赞成、48票反对、5票弃权的多数票获得通过。同样，3月9日，瑞士国民议会通过了204334号提案，要求瑞士政府提交与中国双边人权对话的详细报告，包括联邦政府在对话进程中的地位、执行情况和未来计划。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部长卡琳·凯雷萨特女士在当天代表联邦政府发言时赞同上述提案，并指出联邦政府还将提交一份关于在瑞士寻求庇护藏人的详细报告，包括他们的旅行证件申请等问题。与此同时，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于本周一3月15日开幕。本次会议将审议和批准由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提交的2021年至2022年财政预算提案，并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境内藏人同胞和支持西藏人士制定16项官方悼念决议，听取各部门的澄清和说明等。本次会议将于3月30日结束。
此外，因总部位于英国的民主论坛主席布鲁斯勋爵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斯南次仁先生和各国环境专家于本周二3月16日出席了该组织举办的关于西藏环境问题的网络会议。这场题为“西藏：一场等待中的环境危机”为主题的网络讨论会议，由前英国广播公司驻亚洲记者兼作家汉弗莱·霍克斯利主持，包括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环境研究员藏拉丹巴赞参等多国环境专家出席了会议。另外，在上周三3月10日，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和个人与西藏人民一道，通过在所在地市政厅和办公大楼外发起升西藏国旗活动、和平抗议游行等方式，纪念了西藏自由抗暴第62周年。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兼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格文发表声明，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并呼吁国务院尽快任命一位高级别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加拿大保守党领袖艾琳·奥图尔也于当天发表声明，表达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和声援。奥图尔先生在声明中向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藏人勇士们致敬，同时指出他支持西藏人民在过去62年里为争取真正的自治、人权和正义而以非暴力进行的斗争。藏人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向中共妥协，充分体现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所具有的坚定不屈的精神。另外，流亡比利时的藏人也于当天在布鲁塞尔舒曼的欧盟委员会前举行纪念活动。捷克海盗党议员兼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米库拉斯·科贝萨先生和比利时联邦议会绿党议员萨缪尔·科克拉蒂先生，以及代表这些平座在活动上相续发言，重申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承诺。与此同时，在3月10日当天，1500多名藏人和支持者在法国巴黎举办和平游行活动，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同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62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此外，中欧和东欧8个国家的16座城市也于3月10日西藏自由抗暴日当天举行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瑞士、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的1434多个市政厅和非官方机构，于当天升起西藏国旗，声援和支持西藏人民的非暴力和平斗争。与此同时，美国圣保罗市、哥伦比亚高地市、北安普敦市、明尼阿布利斯市和圣路易斯公园市的市长于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发布官方公告，宣布将每年的3月10日定为西藏日。而流亡日本的藏人和支持者也于上周六3月13日在东京举办和平抗议游行，纪念西藏人民自由抗暴62周年，反对中国非法占领西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3月10日西藏抗暴62周年纪念日当天，瑞士藏人团体向瑞士联邦总理府递交了一份有3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请愿信，呼吁瑞士政府为约300多名被拒绝庇护的藏人提供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这项联署签名活动由瑞藏友好协会、瑞士和列士敦士顿藏人协会、瑞士西藏妇女协会和欧洲西藏青年协会联合组织，并在瑞士国会上议院国民议会议员兼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法比安·莫利纳的协助下，提交给了瑞士联邦总理府。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